因为少子化，加上台南市的儿童早疗需求哪来哪增加，目前全市只有3间病院有联合评估中心，造成医术发展较慢的儿童，伫做评估甲治疗时，必须要等待半冬以上的时间。对此，新竹病院小儿神经科杨启伟医师特别结合心智科、复健科、心理师加职能治疗师，组成小儿早疗的共照团队，希望照顾这群慢飞天使。小朋友来说，就是发展非常的重要。那6岁以前是关键时期，那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啦，就是发展迟缓的小朋友，他们需要做一些联合的评估，有个跨团队的一个专业人员去做评估跟判断，然后帮助他们诊断，也帮他们量身定制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复健的一个计划，或是治疗的方案。在早疗这一块，爸爸妈妈会比较辛苦，就是说，可能他需要做各方面不同的一个评估跟治疗，那他就可能要跑很多趟。那我们现在就有个管师，再加上一些资源的整合，那小朋友跟爸妈就不用来回奔波很多趟，就比较可以一次到位去做一些整合的评估。那就是联评报告也会比较快出来，就不用等很久，比如说半年啊、8个月这样子。医师强调，早期的疗育必须要掌握6岁进前的黄金治疗时期，提供身心障碍或者是发展较慢的孩童一个量身定做的治疗方式，依照临床的发展评估4个面向，不管是初动作、幼动作、语言加社交行为，看孩童的需要，提供家长加小朋友进一步的治疗加照顾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